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前环保署环境督察总队的总队长李建玉性侵害当年学员，佮有包厢的员工，但已经被羁押禁见了。高中本制局会审食到88岁，总统府甲行政会会来降缓期2天，来表达台湾政府佮人民的哀悼。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早起开在野领袖峰会，要来提出民间版的关税冲击影响报告，而咱买做伙就开刀。来看前环保署的环境督察总队的总队长李建玉，涉嫌伫2022年甲2023年利用公务甲出差性侵害女性的当年学员，甚至有佮外部枪伤的员工。监察院去年11月针对环境部提出纠正，台中地检署这个月17嘛认定讲伊罪嫌重大，嘛已经甲伊羁押禁见了。这位就是前环保署环境督察总队的总队长李建玉，平常时做工课看起来是真认真专业，不过所涉嫌对几位女性性侵害，检方17个拘提，而且向法院声押禁见核准。涉犯刑法之强制性交、强制猥亵及利用权势猥亵等罪，嫌疑重大，且有羁押之必要。检方表示，李建玉涉嫌伫咧2022年到2023年之间，几若摆利用公务或者是出场的机会，甲几若位女性性侵害，包括当年训练班的学员，甚至是外部枪伤的员工，拢是受害者。前立委陈昭华伫咧2023年7月嘛捌开记者会，批评环境部甲安护。监察院伫咧去年11月嘛对环境部提出纠正，认为处理了上凊彩，无通报专职单位，嘛无进一步查证。他可能超过3位啦，但是有3位的同仁，我不知道是谁，但是他们也很愿意这个来面对这个事情。我们也做了一个就行政流程的检讨，因为会发生这个事，一定是有在行政上面一定是有一些没有那么周延的地方。环境部表示，目前已经有3位女性当年受害，嘛已经提出告诉，除了提供法律协助，嘛会透过外部委员会来调查，强调绝对袂吞吞性侵。因若女权团体是表示，伫咧工课场常常因为权力无对等，所以有袂少受害者拢毋敢提出协助。说这个行为人会做出这种行为，他通常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不会怎么样，或者是不会让人知道，就算让人知道了，也不会有人对我做出什么事情。女权团体认为，除了伫咧工课场爱提供相关的保障，若是女性真正拄着啊，第一时间除了爱保护家己，嘛爱会记得收集证据，透过管道申诉来维护家己的权益。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昨昏台大病院外墙有皮工程因价倒去，本地院方是表示讲无造成伤亡，也毋过落尾发现讲有一个印尼移工红地死。台北市的检处指出讲现场囤上侪物料，因价未砍折已经要求停工买来处罚，嘛移送地检署去侦办。台大病院声明嘛强调讲，因会来配合调查来理清原因。警方透早就伫台大病院施工外壁的廊道，有黄色的封锁线，禁止进入倒行有物件搁落落来，共上过路人也是车辆。因为2早起8点外，台大病院东至院区外壁规排烟架突然倒去，除了扫到一台车辆受损，也造成一名49岁印尼籍移工死亡。被停工了，被停工。等待那个法官判决好不好？一切不对外说明。针对这件意外，承包商工地主任无愿意加讲。台北市劳检处初步检判，事故原因是堆放伤济物料，超过严格符合的限制，已经下令停工。后手会移请劳动局依法裁处，相关会当处30万的罚款。搁移送地检署侦办。台大病院也发声明强调，会全力配合劳检甲检警调查，厘清责任归属。我们的契约是整个工程是包给一个公司嘛，那不管是台大医院或者是我们委办的这些公司，包括建筑师事务所，我们都会全力的协助配合调查。收纳迟来部分，我们当然是以罚锾的部分就会用最高法来罚，然后可能会把雇主啊。有涉及刑事部分的部分，我们会移送地检署。台大病院指出，第一时间已经启动应变机制，佮提供安全动线，确保民众出入安全。全面检讨
现有的时间监督甲安全流程，杜绝类似事件搁发生。北市劳检处也强调，承办厂商爱提出防灾改善计划，提高复工计划书，经过现场查核通过了后，才会同意复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一对姓刘的年幼姊妹啊，涉嫌甲一岁查甫囡仔开虐待死亡。台北地方法院今仔召开审理庭，会甲国民法官展开3礼拜的审判，再按算5月13宣判。民间团体伫5月7日嘛要上开刀。正式开庭进前，已经有袂少人伫法院外口咧排队，等要领号码牌。帮听说人是坐甲满满，现场关注的都是这个案件。进去了。姓刘的年幼因姊妹仔未经被车落来，都惊去互翕到，是赶紧撞入去法庭。因涉嫌甲1岁囡仔开虐待死亡，涉嫌犯扣动囡仔妨害身心发展第4定罪，去予检方起诉了后，台北地方法院自持召开审理庭，有国民法官参与审判。那当然也是，就是说对于这个议题就是有关心啊。这个保姆到底可不可恶，就是说可能就是要开庭才能了解。本来就是法律系相关，所以觉得说。还未正式审理，公司确定留庭的事项，检方辩论就激烈交锋。被告的委任律师主张讲，检察官事先甲鉴定人有套招，私底下沟通，这并无公平，无保障被告公平审判的权益，大声表达抗议。不过检方反倒转来批评讲，伊的指控欠缺依据，主张检察官有义务来说明，搁较明确要求遵守规定，无立场嘛无能力去影响鉴定人，无法度认同律师的讲法是表达遗憾。只要是人，你有一点人性，就算是没有小孩的人，也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都应该要受到他应有的惩罚。为日开始，下密集开庭审理3礼拜，合议庭嘛提醒，检方甲律师就论罪甲判刑来辩论，谨慎使用开相关的影像，都惊国民法官产生异色的判断甲偏见。也若专案按算5月13宣判，不过伫判决进前，民间已经发起一回行动，会伫5月7日去开刀举行阻挡虐待囡仔游行。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再来看高中防治局过身哦，总统赖清德随着指示咱国驻高雄的大使馆来表示慰问。总统府跟行政院嘛讲半期2天来表达台湾政府跟人民的哀悼。天主教高中防治局过身，伊在位期间办慰问花莲地震受伤的人，并且为受难者祈祷，任命几多位咱国籍的主教，几多遍接见去高雄的总统特使。咱总统赖清德伫社群平台 X 发文，讲一直拢对高中一生砥砺的和平、全球团结、加关怀弱势精神得到启发。赖清德总统已在第一时间指示我国驻教廷大使馆转至总统唁电，表达我国人民及政府深刻哀悼。此外，外交部长林佳龙立即向教廷驻台大使馆代办马德范蒙席转达我国悼念之意。外交部也同步向台湾天主教主教团主席李克勉主教表达慰问。除了表达哀悼，总统府加行政院将会讲半期2天。外交部表示，基于台湾侵华有期，单方会派适当站级的官员担任特使参加高中的个别式。然后过来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自今仔早起9点开始，伫台北总主教公署办弥撒加地书礼仪。就像上一次他生病的时候，我们全体的天主子民都为他念玫瑰经、祈祷、献弥撒。那他现在已经被天主接上天，我们也全体的一起为他献弥撒、祈祷。我们是觉得他是天主的人哦，那天主就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安排。虽然感觉定惊唔甘，不过台北总教区总主教张安祖讲，教宗伫咧福华这个祭灯天过身，是天父接引正好的安排。那台湾区是不是会派人去反对讲，主教团讲正伫咧等教廷的通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高中白色，咱国总统赖清德今日亲身去梵蒂冈来参加丧礼。外交部是表示讲会派特使去参加教宗的丧礼。总统府也表示讲有安排会来向国人说明。前驻教廷的大使是认为讲咱国总统捌去访问教廷，那赖总统愿意亲身出席来表达咱国的重视，台湾的关系会愈稳定。气氛庄严严肃。高中防治局白色，
台北总主教公署举办弥撒甲追思的礼仪。咱国甲校订已经有83年的邦仪，总统府甲行政院嘛降半旗2天，表达哀悼。上时各界嘛关注讲，总统赖清德敢是会亲身去梵蒂宫来念香？真的不知道，就要看总统怎么样的决定。我方将持续推动由我政府高层出席教宗方济各的丧礼，相关安排将适时对外说明。外交部强调讲，会派适当层级的官员来做特使参加教宗的丧礼。总统府嘛表示，若有相关的安排，会甲民众来说明。其实2005年，教宗若望保禄2世过身，蒋总统陈水扁就捌去梵蒂宫参加追思弥撒。2013年，方济各就职，蒋总统马英九嘛有去观礼。前驻教廷大使杜德生指出，因为咱国总统去拜访教廷已经有先例，罗总统若是有意愿要去，表达咱国的重视，罢免会当互双方的关系更加稳定。如果赖总统愿意去的话，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就我对教廷的了解，所有的历任教宗里头，方济各教宗最积极的要改善跟大陆的关系，反而因为教宗方济各过世啊，会对于他们跟中共的对谈呢，会要延缓下来，因为新教宗上来以后啊，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对于我们跟教廷的关系呢，我在预见的将来，我觉得是稳定乐观的。圣若望、圣本笃、方济各这3个教宗，因为教宗本人的意志而产生梵中台三角关系的一些变化，所以未来的教宗人选出现以后啊，我们的估计会相对的合理。杜德生认为讲，选出新的教宗了后，教廷百废待举，发展甲中国的关系，并不是因优先爱处理的代志。学者嘛分析，方济各是上届积极改善甲中国关系的教宗，不过伫伊的任内，台湾甲梵蒂宫的关系嘛无受到影响，按算下来，双方的邦交会更加坚定。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再来看，因应美国对顶关税的冲击，行政院核定880亿产业支持方案。院长德英泰表示讲，将对申请的标准会来降低，拜四嘛会来提出相关的特别条例。另外，针对预算的改动案，在野党是质疑讲，行政院有要求各部会未当提出。德英泰今仔是强调讲，行政院无阻挡改动案，有会要求各部会全部拢爱送嘛望讲预算当赶紧改动。因应美国对顶关税政策的冲击，政府提出扩大补助相关产业计划，行政院核定880亿的产业支持方案。行政院长德英泰日表示，经过甲产业界的沟通，已经调整部分相关申请的标准，二是会提出相关的特别条例，时间会更加清楚，向国人来说明补助的方案。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更广为，让所有的实际受到冲击的厂商加速能够扩增，所以也调整了一些补助的上限。我们礼拜4会提出一个特别条例。德英泰也重新强调讲，会以争取国家上大利益来做谈判的方向，甲美国协商。如今对外有美国关税的冲击，国内是总预算案的争议也在炭烧。各部会一直传出预算互冻结，业务真歹执行。在家更加质疑，行政院下令各部会袂当送出改动案，帮大保变来升温。不过德英泰强调讲，无动改动案。冻结案一共有1584项的冻结。冻结数是1381亿，我们会要求行政院各部分一律全送出来，我们希望一律送出，一律解冻。复议不通过之后1个月，你连一份书面报告都写不出来，都交不到院会来复委，请问你们到底是螺丝掉满地，还是你是有意为之啊？德英泰表示，各部会状况无同款，有真侪机关无达到改动的条件，所以才无法度送出改动案到立法院。伊也讲到，特殊冻结的项目分做3大项，一种是预算要执行到一定的比例了后，才会当申请改动，这有30项；另外一种是冻结条件无达成的，这就有10项。另外，改动的条件真歹执行的，譬如讲有部分是违法或者是违宪的，互行政院无法度做的，这就有9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在野领袖峰会早起举行，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双方是交换意见点外钟，嘛达成共识，要甲关市首长、产业、劳工各学者加入平台，提出民间版本的关税冲击影响报告。朱立伦嘛邀请黄国昌二日做伙上开刀，黄国昌答应讲要做伙甲台湾的民主找回来。
对，需不需要拥抱一下？双方见面小谈展开对谈，后来在野两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二日共同召开在野领袖峰会，南北各一摆合作，聚焦美国总统关税战冲击、立委大罢免、司法改革等议题。朱立伦更较当面邀请黄国昌4月26日同齐就开刀战独裁。我特别在这边也跟国党主席邀请，我想4月26号，有人说他是谁的主场？我说是人民的主场。4月26号，我会代表台湾民众党参与凯道人民的集结。针对关税可能影响各行各业，朱立伦炮灰对准总统赖清德，批评全世界只有台湾的无罢免。以政府880亿特别预算不足，爱大大地提悬到2000亿。黄国昌表示，政府甲美国谈判爱达至社会各界参与，坚守谈判底线，绝对袂当比日本、南韩低。我们应该要求，在台湾跟美国之间要签订 FTA， 我们共同在野的政党做我们执政党最坚强的后盾。这半年到1年都是严重的冲击，那至少我们以这半年为期，大家共同来努力。朱立伦提出4大方向，包括增加预算、扩大类似、开放观光、分散市场。双方也达成共识，将关市首长产业劳工学者纳入议题，提出民间版的冲击影响报告。行政院长杜永泰回应，行政院愿意徛伫台湾本位立场，甲在野合作。我也希望今天谈完之后，他们真正的能够谈出一个为国家整体方向，而且真的是福国利民的内容出来。针对国民党行之不实连署风波，黄国昌以郭文哲为例，强调感同身受。南北下地加强司法改革，也毋过双方伫岛国议题上态度无同调。黄国昌认为岛国无法度救台湾，朱立伦搁一摆表示，只要会当互赖清德落台，岛国罢免无排除任何方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4月19日反共大游行，台独旗甲国旗哦，同齐伫活动中出现。早起台派团体跟反共的退休将军是做伙开记者会，因宣是讲反共守法甲民主是捍卫台湾的共同精神。伊嘛呼吁利用罢免连署的公民权利来守护台湾的民主体制。蓝绿共识，守护民主。无分蓝绿，无分台派，也是反共体众斗阵开记者会，希望招民众做伙来守护台湾的民主。这些公民组织罢免团体拢来到现场，因指出面对国民党和民众党，无论是在国会通过扩权法案、太预算，还是包围北检妨害司法程序等等，毋那是伤害台湾的民主制度，嘛增加中国侵略台湾的风险。因呼吁民众理性支持罢免行动，和无适任的立委落台。今天的对谈的基础是大家源自于对这个土地、对我们后代子孙生命环境生存的热爱，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站出来。第二点，罢免的关键是给台湾人民信心。全台大罢免，就是公民非暴力反对中国侵略、渗透跟并吞战争的防卫战争了。那很高兴看到华独跟华统，能够看穿红统势力对台湾的危害。在场无论政治立场是啥，拢指出反共护台湾是上大的共识。事实上，顶礼拜六4月19日在开道的拒绝统战大游行，现场毋那台独旗，也有国旗等等。长期在做社会观察的新民协会表示，这款切换拿的对立的现象，伫咧演过重大的政治集会，从来捌出现过。因认为这嘛是社会面对统战威胁所激出来的危机感。咱台湾确实无应该佫继续用较早狭隘的迄个蓝绿来把大家对国家的制度的思考拢反的分做对立的现象所以呢，伊所有的这个政策也好，口号也好，伊的目的拢是要甲你吞食所以呢，大家有这个认识有这个认识咱就了解讲其实中华民国跟台湾本身毋是对立的存在伊是一个整合的存在
另外，在记者会顶头，大派团体和环境体长共同表示，说来要做伙合作，启动8场会谈，希望看世代、看背景，建立环境，捍卫台湾民主自由的社会共识。伊嘛呼吁民众理性面对罢免，谴责对罢免团体做出骚扰和暴力威胁的行为。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国民党涉这个人数8减长的侦办，主席朱立伦顶礼拜嘛号召民众冲入去集会游行法的禁制区，包围8减。内政部是表示讲会全力来执法。国民党的立委谢龙介是批评讲内政部长刘世芳指挥办案，也毋过刘世芳是强调讲集会游行法的主管机关就是内政部，一切是依法来处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7调集党公职到北京外口，声援涉嫌伪造文书的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锦如等人，毋但总入去集会禁制区，佮杀刀买函。内政部长刘世芳表态讲，全力执法。胡南阳指讲，这是算政治的忠孝。对此，刘世芳重新强调是依法办案，并且强调集会游行法的主管机关就是内政部。朱立伦主席到这个北检前面去这个抗议，集会游行不得在左列地区的以及周边范围举行的话，包括有总统府、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以及各级法院。那写在的是第6条，第29条里面有提到，集会游行经该主管机关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仍继续举行，经禁止而不遵从的话，有首谋这几个字。个人一向尊重公正的司法。但如果政治力介入、扭曲的司法、选择性的办案，我们是毫无畏惧。难道集体犯错就可以颠倒是非吗？国民党若再继续全党挺违法，一定会让人民唾弃。检调最近侦办罢免连署疑似造假的案，林爷捌提出讲，若被修正选罢法的第98条之2，处罚私人连署伪造连署的行为是害到家己人。不过，中选会驳回讲，新法生效进前所送入来的罢免案，拢适用旧法，若伪造连署的责任，尊重执法机关。目前我们受理的都是在2月19号之前。也就是新法生效之前送进来的这个罢免案，所以不管是任何阶段，一路到底都是适用旧法的规定，不可能来分段适用新旧法。修法这个之前，当时是没有刑法是没有这个订立处罚伪造联署的相关的刑罚规定，那么当然就不适用现在选罢法98条之2。他现在才出来说明整个法律适用关系，我觉得太晚了。李进勇也讲到讲，若遵选罢法规定甲刑法有法律竞合适用的问题，譬如讲过身的人连署或者是伪造连署，代表涉嫌犯罪的行为，应该由司法机关依法侦办，并不是选务机关会当负责的范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高雄的公山一间开24点钟的肉粽店，有民众讲伊食到整假片，也毋过店家是强调讲有要求员工拢爱定期加整假嘛袂当做整假，伊嘛会对消费者要来提出告诉。另外，六合夜市有面店有民众看到面条生果，头家有出面回示的，卫生局嘛表示讲会去稽查。参搬出现采买过的整假假片，馆顶搁黏着字米，民众指控这是高雄公山区一间24点钟营业的肉粽店所食到的物件，这支店内食安有问题。店家只是挂员网，讲店内员工拢是55岁左右，无人做米价，员工嘛展示手部，强调头家规定拢爱定期收底。我咧阿弟拢50几岁啊，后跟要60吧，要咱应该有可能去做美条嘞。老板要求就是指甲一定要很干净。我们是做吃的，不可能说很脏，或是做指甲，不可能啊。前往店内查证，拄啊好卫生局人员咧稽查，而且无排除甲前2天有少年人伫咧店门口停车互拒绝，双方面起口角有关系。店家无排除互人诬告，将要提告捍卫清白。另外一间麻风质疑的店家，只是高雄六合夜市这间面店，有顾客伫面册社群发文讲21号来到店内点菜，汤面一捧起来就一条亲像生果的乌色面条，反映了后员工叮嘱第2碗也是同款，决定无要再离开。他如果当下马上跟我们店家反映，我们店家一定是因为这绝对是我们店家的疏失啊，
我一定会当面跟他道歉，然后尽我们最大诚意跟他解决问题。卫生局表示，无接到陈情，但是会派人稽查。店家即时回应，民众发文了后，随着联系做面的厂商，因强调店内面条拢是长工现做了后送来，无啥有可能生菇，有可能伫做面过程当中面条抹着油，也是印着报纸油墨。除了公开会室内要查明原因，嘛会尽上大努力改善。公司新闻王立婷、明昭宽哥报道。再来看台南街永康一间餐厅传出讲液态动物，有网友指出讲，这间餐厅有真侪铁笼啊，内底拢是猫仔的尸体。台南市的动保处去稽查，嘛证实讲店家开始违法，嘛移送地检署侦办。台南动保处的人员以及警方来到永康这处餐厅来稽查，因为店家疑似是虐待动物，近期有民众发现餐厅后壁的铁笼仔内面有真侪只猫仔的骨头，铁厝内面也有真侪只猫仔，通报动保单位来处理。本案事主疑似未善尽事主责任，而使所饲养的猫咪发生死亡情形，涉嫌违反动物保护法第25条规定，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动保处是发现笼仔内面是留下3具猫仔的骨头，不过现场并无其他活体的动物。业者是表示，猫仔是朋友所送的，饲养大约2冬，饲养期间有提供基本的饲料甲水，但是猫仔是都小破病，无就医来治疗，最后拢死去，是自然死亡。他们是认为说我关在里面，所以我可能没给他吃，所以我没有理他，所以才会变成白骨。所以他们就说我是把他饿死的，我就干脆尸体处理掉，打完用死我就把它丢掉就好了，我干嘛还要留证据给人家看？我讲难听点，就有点舍不得啦，也希望猫觉得说，就好像自己亲人死掉，你都会舍不得它走。现场有3只猫仔骨头是由动保处的人员带转去生化办公室来保存，后续将会送验厘清死因。专案嘛依法优先移送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来侦办。动保处是强调，饲主对饲养的动物有照顾甲医疗的责任，若是有动物受苦致死，将会依法来救济。公司新闻郑混台报道。一个民粹社团叫做就是爱算哦，有民众投诉讲，因甲钱收啊，却强行取消报名的行程。旅游品质保障协会是表示讲，这个社团哦无旅行业的执照，关公署嘛表示讲违法经营，上济是当罚200万。有2.6万外名社员的，就是爱玩经营亲子的客群，毋但举办冬夏令营，也有毕竟的游艇，佮有卖票，伫家长款算是真出名。最近却发生讲，真侪人互通知讲，已经付钱的团都要互取消。就是爱玩的创团人，也是股东的张小姐，出示甲负责人所县市内部的对话简讯，表示是甲对方因为事有争论，协调无结果，对方就甲公司的考责扣掉咧。公司现在要继续营业，要做清算这些部分，把大家所填写的退款的这些费用呢，列为就是公司在结束前的应付费用，然后提报给公司，提报给会计师。虽然纠纷隶属公司要结束营运进行清算，损害到消费者的权益，那品保协会经过了解，就是爱玩这个社团无旅行业职业的登记，进行招人客销售游艇，可能已经违法。过去参加行程的民众是甲钱汇入去私人的口座，并不是公司付，这也无符合常理。购买旅行商品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索取代收转付收据跟签订旅行契约书，缴到旅行社的户头里面，千万不要汇款到私人的户头。非旅行业不得经营旅行业务是当然，但是呢，是否有经营的事实呢，会需要依照个案的事实来查处。伫过去也有袂少网庆带团引发争议的案件，也有部落格的经营者因为安尼防法，为着阻止无照带团的乱象，今年1月开始，法定观光条例修正草案上路，对无领照煞经营观光产业，上悬会当罚200万。观光署提醒民众买游艇，有原爱选择合法的旅行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2025年上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剩25天特别起稿了。早起台北市政府伫大巨蛋来进行反恐的维安甲消防演练，佮模拟选手的专车和派人上车应对方案，望讲会当来提升防灾的能力。咱做回来看卖。卡
破玻璃，准备要甲手公车的歹徒抓起来，保护车顶的选手。这是台北市政府为着5月17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所进行的反恐演练。演练当中，有模机拄着爆炸、火灾等等的状况，消防局出动救灾机器人、分推车出来救灾，替市政府的维安做好万全的准备。规划了公车挟持以及大量伤病患的一个疏散，希望透过各局处的一个跨局处的整合，跟中央地方的通力合作，希望带来这个确保在5月17号开幕以后，整个活动这个安全。台北市政府表示，这届维安作业是透过中央和地方的合作，有类进步的警政署、台北市警察局、消防局、卫生局和社会局共同来参与，希望透过各部会合作，确保市总运期间的安全。我们将迎来台湾史上最大规模、参赛人数最多的国际运动赛会，超越之前在高雄举办的世运，以及2017年台北举办的世大运。今年我们将迎来超过25000名世界各地选手。台北市政府表示，2009年的高雄世运拢总有3756个选手参加，2017年的世大运是11397名的选手参加，这届世总运拢总有25000名的选手参加，是目前台湾上侪人参加的国际运动会。台北市政府希望透过这届维安工课，让世总运会当圆满举行、圆满结束。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不管卫生福利部之前公告讲，中药的从业人员只要符合一定的标准，就当卖中药材。药师工会专联会早起是抗议，因是呼吁政府都要重视药师的专业。中资系当时培养就是要种植中草药，在整个学校的养成过程，根本不懂得中药在人体的治病的概念，也不懂得西药治病的概念。把这个中药随便交给民众，就好像在卖菜一样。他对于这个职业范畴职业的这个相关规范，都依照这个准则来进行不会有药师所担心在这个调剂权或是在贩售指示用药处方药这样的一个问题。药师工会专联会是认为卫生福利部伤害中药的专业部，因5月7日要上凯道去抗议，伊嘛呼吁卫生福利部得爱撤回这个公告。也毋过卫福部是表示讲，尊重药师团体的诉求会以国家甲人民的利益优先来做考虑。再来看花莲岛溪乡的中正部落，最近出现一只台湾乌熊伊食掉几只的狗仔甲鸡个鸭。当地嘛成立巡守队要来抓这只乌熊。昨暗这只乌熊在攻击一只狗仔，巡守队员看到，结果乌熊嘛要攻击巡守队员，就互开枪断死咯。送病院急救嘛救无回来。调枪了后，台湾乌熊往山区走，巡守队员最后发现伊倒伫一个山沟边啊，看伊有意识，大家赶紧将伊装箱了后送去野湾动物救伤中心。黑熊要扑到那个工作人员，就是雄心大发，但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他们就开枪打下去了。打到的时候，他们不是要真的猎杀他。这只台湾乌熊为在开始出现伫岛溪乡中正部落，除了食鸡，也开始攻击民众顾家的狗，已经有5只互食掉。因为乌熊是一级保育类野生动物，袂当随意伤害，部落居民拢真惊。就是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处理，还要用说要给他打死，说这样叫我们这个保育类。为了抓这只食狗仔的乌熊，林保署甲玉山国家公园甲部落成立巡守队。连夜暗听到山区有狗仔咧哀叫，随前往果然发现伊当咧食狗，想袂到乌熊转向要攻击巡守队，队员开枪自保，并无违法。那野生动物法如果在紧急状况之下，对于人民有生命财产安全疑虑的话，其实是可以进行处置的，但是，他事后要报备。另外，调情了的乌熊最后也是不幸死亡。经阿妈科的病号证实，伊是有关注心理症所也防港的熊。当地居民表示，最近几年熊连续资料暴露，甚至也有攻击性。林保署强调，爱将食物也是喷烧好，才会当避免熊来侵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逐当4月2日第9日，环保团体拢会甲总统见面。今仔早起10点环保团体是先伫总统府头前开记者会，表示讲因会针对废弃家园、焚化炉跟细节等议题，当面来向赖总统提出建议。还运奋起，在地行动。在地行动。摕到布条，团团代表一早离总统府头前集合，准备下早10点要甲总统赖清德进行一年一度4月2日第9日见面。并对于最近在野党立委提案修法，要互核电厂延役，团团代表认为，行政部门应该勇敢来拒绝。呼吁行政部门对于立法院的不当修法表达反对。本色问题，团团嘛表达，包括新建焚化炉掩埋场不应该得到补贴奖励，建议应该要排除焚化炉跟掩埋场避免造成2次的污染。面对已经通过环评的协和电厂改建案，团团嘛继续来呼吁政府要注意国安问题。他就应该要邀请国防部提出更具体的评估，因为会涉及下一个阶段北台湾的军事安全。动保团体冇出席，动团代表呼吁，伫台南市长任内，动保成绩良好的赖总统会当重视流浪狗的问题，是明确制定游荡犬逐年下降的 KPI， 能够彻底的帮助我们解决台湾目前还有14多万只的流浪狗。连续22年甲总统来见面，团团伫结束记者会了后，马上转往总统府，嘛估计要伫结束会面了后，中昼左右搁一届对外说明。公司新闻林静梅配合做台报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昨伫社群媒体骂联准会主席鲍尔是一个大失败者，爱伊随调降利息，这嘛造成美国的资金拢撤离，长期美债甲美国各美金拢落，美金嘛落到3档来的上价。美国股市标普500指数日一收盘8个程度强跌2.4%，总计今年以来期待缩水12%。道琼工业指数是8个程度2.5%，今年到达总计80%。纳斯达克指数跌2.55%，1月以来是跌18%。市场人士指出，川普一直想要影响联准会决策的做法，互投资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又搁受到打击，引发资金大逃亡，股市是青顺顺，债市甲汇市也拢大大下降，美金是变保到3年以来上低水准。If politics starts getting into monetary policy, you now, as a foreign investor, even a U.S. domestic investor, can't necessarily trust that your interest as a bondholder will be respected. And so that's a potential risk for the dollar and a potential risk for interest rates. All of this feeds into fears within the stock market as well, because 川普顶礼拜威胁联准会主席鲍尔马上降利息，若无就要甲伊开除。伊又搁伫社群媒体批评鲍尔，讲伊是一个大失败者。警告讲，若准联准会无马上降利息，美国的经济就可能放慢。白宫的经济顾问哈塞特18日对外表示讲，正在研究甲鲍尔洗头路的办法。We have a system of government that's based on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systematic governance, not moving hour by hour to some social media announcement, to some emergency decree. What we need is actually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law. Things would really calm down a lot. 川普的美价和美国搁在伟大关税贸易战和商业大受打击，破坏美国伫国际之间的地位。4兆5千亿美金的减税计划，又搁互毋捌出现过的财政亏损，面对更较大的欠亏，如今又搁想要破坏联准会的独立性。市场的人士指出，若是安尼，可能会互通货膨胀转向停止型的通货膨胀方向。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受到美国4大指数拢落的影响台股早起开盘嘛大落，嘛落破19000点台积电上价是820块。虽然美金落，也毋过台票是起，央行为了要防止炒汇最近要求外资汇入资金到伫股市，股票若卖出去，钱嘛爱赶紧汇出去。美国总统川普就任了一直有动作，利伊阁批评美国联准会鲍尔讲是卡无慢，阁较呛声要换掉鲍尔。
美国四大指数全部跌，道琼指数更较是重跌971点，同时牵动台股大盘，台股大盘开盘就失守19000。包含说昨天美股到今天早上台股的卖压，主要都是因为说心理层面的卖压。对，因为说其实并没有出现什么实质性的利空，只是大家担心未来万一鲍尔被换掉怎么办？对，所以我觉得说可以把这部分的卖压视为是一个市场信心不足。台股大盘开价18990点，随后盘势加重，盘中捌大盘226点，上价是盘到18880点。台积电也开价826块，捌降到上价820块，盘15块。市场起伏大，股民的心情也跟咧起起落落。不过相对台股大盘，美金走势微弱，美金指数盘。新台币汇率第二主要非美货币称值，22早起维持伫32.5块。那过去大家可能会持有美元资产为主，那现在可能做2个重点，第一个是卖掉美元资产，换回新台币资产；第二个，央行的角度来讲，它也不在这边呢刻意的去做主升的动作，外资的影响比较少，本国人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这次又伫台湾，根据北面媒体报道，更加有会金主管透露。央行最近电话联系外资保管行，要求外资汇集了后，要尽速投入股市，一旦抛售股票，就要尽速汇出。分析师也点出，这款的策略主要是无希望让外资赚代票的汇差，若无会有差汇嫌疑，也会当达到让外资进场协助护盘的作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南韩的海关昨表示，讲有真侪外国商品透过南韩来西产地，要来避开美国总统川普的全面关税。这批货价值大约是台币6亿7千万，大部分拢是来自中国。另外，美国的切特米亚公司伫中国生产的切特米亚，伫川普关税政策实施了后，拢先停止甲货运到美国。这么业者是真烦恼，讲刷来会断货。韩国关税厅已公布，包括价值33亿韩票，大约代表7500万的电子材料为中国进口。伫运去美国时，将原产地标做韩国，以避开早伫川普甚至普对顶关税开始扣进前都已经真悬的关税。3回时发现，价值193亿韩票，大约是代表4.4亿的监控设备为中国进口零件，不过伫韩国重新组装，来适过美国对中国通信设备的限制。 한국보다 상대적으로 이제 높은 이제 국가 같은 경우는 한국을 우회할 충분한 이제 유인이 있기 때문에 좀 그 위험성을 사전에 차단한다는 차원에서 단속을 이제 강화하려고 하는 계획입니다. 关税厅表示，今年第一季拢总查获价值295亿韩票，相当代表6.7亿的货品伫原产地项目上违反规定。外国商品继续南韩制造，其中97%的产品拢是拍算输去美国。 这些商品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利用南韩这个通道以避开美国真悬的关税。受到美国关税影响，中国在飞盘甲模型回零机也甲大部分的产品同款无法度运送去美国。这些七头米生意人开始烦恼，收入来几个月，仓库内原本可观七头米的货价到秋天会购物大贵，都无物件通甲出货啊。 So one of the first impacts that we saw were price increases. Our vendors started increasing the prices as early as March. 川普将美国公司进口中国制造的七头米缴纳的关税为0提悬到145%，进口成本增加1倍以上。业者表示，经外口中国生产的400亿美金的七头米产业遭遇严重的冲击。去年美国进口的价值超过170亿美金七头米中，有超过130亿美金来自中国。一间七头米公司表示，因的七头米多数拢是伫美国设计甲开发，不过也多数全拢是伫中国工厂生产。总统川普开始对真侪来自中国的产品加扣新关税了后，美国七头米公司多数已经停止运货。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过来消息来看，高雄的大背湖风景区是水源保护区，本地是自来水公司在管理。传出讲高雄市政府打算要来接管全面开放要发展观光，也毋过环保团体是表示反对，因正烦恼讲水源区会受到破坏，会受到污染。我会觉得说曾经。
汽车奥多摆一台接一台伫大庇湖风景区的大门前排队，但要入去园区。高雄大庇湖当年有上百万的观光人次。顶礼拜高雄市府市长林钦英伫2月讲，市府打算6月要接管大庇湖，准备要全面征收园区的环境，而且园区的道路有可能会拍通连接外口的道路。消息一公布，引起讨论。有民众认为安尼大庇湖才会进步，不过大庇湖嘛是重要的水源区，有环保团体质疑安尼做无妥当。当然是好啊，比较有人会用心去管理呀。目前从澄清湖这大门口这边要到八卦寮，应该有2条路可以走，那2条路顶多多绕一点1-2公里而已，不用牺牲这个车辆进到澄清湖里面，而牺牲环境。咱是要树好的这树林的空气，也是要树这的汽车的这个歹空气。所以我感觉这种呢，对咱的观光嘛是足歹的。目前高雄市民去大庇湖免钱，未来市府打算全面免费开放。环保团体烦恼会冲击水源甲生态。高雄处表示，未来若接管水库的部分，也是会由自来水公司来管理。目前的规划拢只是草案，市府会以保育山坡地为重点，结合周边的商务公园甲山球球场，打造一个中高雄上大的公园。为方便民众进入园区，将以行人免费通行为管制原则。园区的交通动线仍维持原状，并未全面开放，目前都还在草案规划中。因为自来水公司的人力甲预算有限，嘛有大庇湖的发展受到限制，卡属市府接管，要安怎伫观光甲环境保护当中找到两全其美的做法，可能需要相关局处好好来思考。记者柯家如张勇高雄场报道。因为去年风台哦，佮加上今年初天气是真冷，台东县的牛油果传出灾情，收成哦会受到影响。伊嘛望讲农业部会讲来提供灾损的救助。看起来发甲真暗的牛油果树，农民却发现开花期结束，无亲像去年同款，结果结真济，而且都已经结无几粒，佮随时会落去。空炮弹。台东县是国内第3大牛油果的产地，面积大约260公顷。农民讲，往年一甲地会当收入大约100万，今年花开真济，就是会丰收。后来才发现无条果，损失惨重。伊这无条花就是拢无啊，果拢无啊，含条嘛无啊，这要哪生活？台东农改场表示，今年年初牛油果咧开花时阵，碰到寒流甲落雨，影响条果率。除了这个之外，它必须还要有授粉昆虫。那这个授粉昆虫的话呢，本身来讲，主要的是蜜蜂。那蜜蜂大家都知道，它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就不做工。农民讲，其他南部的城市的牛油果嘛有相款的灾害，希望政府会当列入天然灾害救助的对象。不过，县府表示，因为牛油果的品种上济，开花结果的时期无同，请农民先甲各乡镇市公所提报灾害。等灾损调查有结果了后，才搁甲农业部提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云林县哦是咱国内蚵仔重要的产地，也毋过沿海的金湖、大溪渔港哦无停车这款设备，所以要收蚵仔，拢爱请吊车来倒3工哦，开销是真大。蚵仔养殖发展协会就向县政府来申请，即马县政府决定要开2000万来改善设施，买来增加渔港导航、灯光等设备。云林沿海放养蚵仔养殖好济，大溪嘛是国内蚵仔主要育产地，产值占全国8成。但目前金湖和大溪渔港基本的设施都无完善，甚至连吊挂的天车都无设置。养殖户若要吊挂准备啊征收，还是收成蚵仔，拢该开几啊千块请业者来吊挂。载重之后要有能力去推，速度还有那个安全性上面其实都不是很 OK。如果是以天车的话，就是整台车直接开进来。它等于是不用去移转、旋转，它天车都可以直接上岸。当地养殖协会表示，金湖渔港只有4支悬臂式的吊蚵仔机，但作业效率和安全性拢比不上天车。另外，大溪渔港嘛因为积水严重，退潮时准备啊进出困难，可船占地区的空间嘛不足，和路面无平拢有影响到作业。对此，县府将开2000万经费来改善。安全最重要，坎坎坷坷的哈，不要那用我平啦，这个地平哈，整个作业区要怎么样更加平整，减少风险哈。规划这当然是要有时间啦，若是规划完成了吼，咱是咪有一个协会啊啥，伊维护的部分。县府主理处就讲，经过初步的会勘和讨论，后续将在金湖和大溪渔港各设置一组会当吊10吨的大型天车。以方便养殖户吊挂收成的蚵仔，和准备收成等，
并将路面无平相接出路差补平。具体改善计划预定在8月完成设计，在今年底就会当来动工。公司新闻王雄为你报道。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捌伫国宝溪河带樱花高云过生态地7甲湾溪做水害网络直播，也毋过相关的设备今年3月河水冲走，最近修复完成了，会当来提供如何品质的画面，那么做伙来看卖。工作人员真细腻，将镜头放入去水内，透过及时影像直播系统，将7甲湾溪当中国宝溪樱花高云过的画面传送到网络顶悬。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2021年底就曾经使用网络直播水下实景秀，但是今年3月去大水冲毁顺去，开大约20天修复。新设备是采用更较快的角度、解析度更较高的镜头。只要在 YouTube 上面打上关键字“樱花高云龟实境秀”。就可以透过手机跟电脑可以看到樱花高云龟我们的国宝鱼在七家湾溪的悠游。生态专家表示，7甲湾溪是台湾第1条生态直播的天然河川，会当提供以往唔捌有的研究资料，会建议政府扩大办理，也互民众了解河川自然生态，正做环境教育上好的教材。公司新闻苗栗报道。4个以下拢是海的台湾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尤其是海草的面积是超过7800公顷哦。海草会当来维持生物多样性，转换碳的能力哦，嘛是像那的4、5倍。有企业特别来建立海草的保育基地，要来保育海草，嘛爱大家来明白海草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海草，就没有海底生物；没有海底生物，海洋就变成一个大水坑。剧团扮演做海洋生物，用活泼的方式分享海洋保育、保育海草对环境的重要性。4月2日是世界地球日，面对气候变迁的危机，海洋生态的多样性也受到威胁。海保署表示，台湾4周围拢是海，其中海草的面积超过7800公顷，东沙宽大的海草就占98%。海草对维持生物多样性，还有减碳，拢是真重要的角色。海草的部分，它的碳存量，它是在比陆域上它的这个碳存多了4到5倍，所以我们有一定的这些海草，如果以它的这个碳存量的这个部分来讲，对于我们国家要达到2050年的净零碳排的政策，应该有很实际上的帮助。但是有学者表示，虽然台湾海草面积算介大，不过伫咧片湖海草的面积已经减少96%，消失的速度真紧，大约半点钟就减一个骹球场遐大的面积。澎湖海草消失的主要原因，我们觉得应该是港口。那么渔港盖了之后，它可能会有突堤效应，它就会改变周遭的水流跟泥沙，海草的底质不见，那海草就会跟着消失。塑胶阿嬷内底是东沙宽大海草的种子，若是不热，会放伫细管仔保育观察。金周刊也自2021年发起行海行动，除了净滩保育草条鱼，今年2026年的目标是收集1万罐海草，甲政府、企业、研究单位靠起来，也特别伫台台建立海草培育基地，希望完成海底一保残，互海草也就是蓝碳种子愈团愈多。主办单位今年也特别加入教育的元素，结合戏剧，透过巡演，互后一代建立保育的意识。记者中台的夏桂玲台北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